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比亚迪的血汗工厂、奴隶工厂。当然了，这个得打个引号我看有很多媒体报道有彭博社，还有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都刊登了叫巴西比亚迪工地中国工人被指处于类似奴役式环境。巴西官方透露，他们在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位于巴西巴伊亚州的车厂建筑工地，发现163名中国工人在类似奴役式环境下工作，也就是说，这些工人就像奴隶一样。据路透社报道说在巴伊亚州劳动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2月23号在记者会上公布上述信息。巴伊亚州当地政府称，中国另一家公司聘请这些工人，然后不定期将他们送往巴西。这些工人长时间劳作，有时周连续工作7天，违反了巴西法律对工作时长的规定。当局形容这些工人居住环境落魄，显示上述公司触犯了巴西其他劳动条规。这家中国电动汽车巨头周一在声明中表示，已经终止了与该公司的合作关系，并承诺保护分包工人的权利，所有员工都将被转移到宾馆。比亚迪巴西高级副总裁表示，巴西比亚迪汽车重申其完全遵守巴西法律的承诺，特别是关于保护工人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法律。检察官还说这些工人的生活条件堪比奴隶，建筑公司还扣留了他们护照和大部分工资。在一系列问题中，报告发现，如果员工在6个月后辞职，他们将得不到任何工资，因为公司要扣除往返巴西的机票等费用。一名受害者在工作中遭遇意外事故，当时他们已连续工作了25天。检察官还指控说其中一个住宿设施床铺没有床垫，而且每31名工人只有一个卫生间，这迫使他们每天凌晨4点起床，准备在5点30分之前出发去上班。总之已经是21世纪了，这些工人那个居住环境、居住条件、上班的环境跟奴隶差不多这个确实让人挺难堪的。我们发现只有这些外国人好像更加关心咱们。特斯拉到了中国，特斯拉要给他员工加薪，结果北京商报还有很多国内的这些厂商举报，而且写文章批评他们扰乱市场。当这个外资他撤离中国的时候，他不要赔偿员工吗？搞 N+6 搞 N+8 还有2N+6的也遭到了批评，这就是哄抬物价别有用心大家要警惕要这么搞下去，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毁如一旦。各路海外的这些专家学者还有官员，我记得那个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他来中国他就建议你要提高收入，提高工人工资，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正能量的痛骂，这都是别有用心很多正能量拿着2-3千一个月的工资痛骂耶伦居然别有用心的提高我们的收入，想把我们带上邪路这是妄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这个有点像高级黑是不是像个笑话？居然中国人的这个劳动权益、劳动者的权利需要外国人来保护，需要外国人来落实。外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这个恐怕是没得挑的吧？这绝对是表率吧？我记得好像是保时捷说要裁员 N+6。我认识一个做这个行政的，他在一家美国公司上班，主要是做跟会展有关的也干了10几年。然后因为疫情期间不是会展不行吗？然后这家美国企业要就是裁员结果他趁机把自己给裁掉了，一次补偿了他几十万。这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好不容易有几个裁员名额，他先冲自己下刀。所以这个确实让人心酸就是说咱们这个劳动者的权益要靠外国人来保护，咱们自己人视咱们韭菜打工者为牛马，而我们牛马也觉得自己应该是个牛马，没错，就是牛马。当然了，今天我要谈一谈我对这个比亚迪在巴西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刚才说的也是客观情况，确实我们的这个劳动保护虽然我们是第2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对劳动的保护在全球恐怕肯定是排名靠后这个外媒报道的比亚迪实际上这个事情跟比亚迪关系不是特别大，以我的理解所以比亚迪他有责任，但是比亚迪算是躺枪。虽然比亚迪
对吧？对员工啊也就那样。但是这一次确实冤枉啊，就是咱们也不能什么黑锅啊，这都往比亚迪身上扣。就这件事情跟比亚迪有关系，但是不是直接关系。我看这个新闻报道啊，应该是比亚迪在那的汽车工厂施工，不是生产汽车，不是汽车流水线，不是比亚迪自己的员工，不是比亚迪巴西公司的部的员工啊，他是他的这个厂房建设，那实际上就是请的都是建筑工人嘛。那也可能比亚迪这个项目，对吧？他通过招标啊，由国内哪家企业拿到了，比如说中铁、中建等等啊，这我没有去查。这些企业招标中标之后，他又在国内又有分包，那国内这些分包商他的组织民工啊，要去那边干活啊，去巴西建设厂房，所以啊，这是一个误会。什么叫误会呢？就把在国内啊看似习以为常的，就是都这么做通行的规则，在国内一点问题都没有，没人提毛病提意见。但是你到了国外就成了个笑话，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巴西又不是什么先进国家，也不是什么发达国家，连巴西都理解不了。大家对国内的建筑行业有了解吗？你要一了解国内的建筑行业，你就发现巴西检察官说的这一切，不就是把国内某个建筑工地施工现场搬到了巴西吗？那国内哪个建筑工地不是这样？哪个什么重大工程施工现场不是这个样子？几十个人一个宿舍，光板床，你以为宿舍里还有席梦思啊？当然有的管得好一点的啊，那个里面的民工啊，日子条件稍微好点。有的看那个承包商，那个承包商克扣的，那住宿条件就是非常差。一个工程啊，经过层层扒皮，最后到这个一线施工，这个他就没有钱去保障，这在国内叫习以为常。但是你把这个搞到国外去了，就丢人丢到国外，就这么简单。这个事情说实话跟比亚迪关系不太大，你要怪比亚迪，那只能怪比亚迪它监管，对吧？你作为甲方，你没有尽到这个监管的义务。就像苹果一样，苹果它自己不生产手机，它在国内生产手机的这些厂商，如果这些厂商是血汗工厂，那么苹果会遭到起诉。所以苹果的库克，对吧？动不动跑到中国来，他就去这些生产厂商去看你是不是血汗工厂，你对工人的保护，对工人对劳动者的这个权益保护有没有做到位？这也是人家考核的一个标准了。那比亚迪恐怕就在这一块，那他有责任。你是甲方啊，在国内的任何一个建筑工地，对吧？咱们这里面有很多人搞建筑的，应该知道肉眼所见之处，那不都是跟这巴西检察官描述的一样吗？他们早上5点半上工地，那得4点就得起来吃饭、洗漱、上厕所。这些人在国外，他也不能出去，他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你没有什么休息日。所以啊，这些包工头啊，或者这些组织者把这些民工的护照给没收，这就是情理之中了，也能理解。他怕你跑了，那你要出国之后你跑了，他们都是劳务签呢，或者什么签的吧？所以护照、身份证什么统一管理，那不就跟集中营一样吗？把你困在这个工地里面。为什么说这是个误会呢？就是因为这玩意在中国啊司空见惯，他们有个身份叫农民工。你看啊，他也不是正式工人啊，他也不是农民，他叫农民工。这个巴西人啊或者老外，他理解不了这个农民工这3个字，在他看来那都是劳动者，对吧？都是工人，建筑工人也是工人，但我们这儿建筑工人叫农民工，农民工为主啊。农民工在国内是个模糊地带，你说劳动法管不管他？劳动法真管他，但是似乎劳动法又管不了他。你说他就这么特殊？你说劳动法管他吧，你说他这个农民工他跟谁签合同啊？农民工都没合同，他顶多跟那个劳务外包有合同。在国内啊，农民工是没有合同的，他就跟包工头，那个包工头啊也没合同。很多小包工头啊，他跟那个上面的大包工头啊，他之间都是口头约定，你这个多少活，你这钢筋的活，或者你这个水泥工、瓦工啊，或者木工，对吧？这么多活一共多少钱？我来帮你干了，我找30个人来，1个月之内给你干完，你给我多少钱？然后我再跟这些农民工去结，大概其实都是这么个模式啊。这有的连合同都没有，都是口头约定。你越往上，他才有合同，才有什么，对吧？分包合同、承包合同，往下连合同都没有。这些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全靠这个小包工头和上面的包工头，他们之间协商，都是靠这个运作。一旦出了大事，劳动法才能派上用场。出了工伤，对吧？出了命案、人命，出了事故，否则的话，这跟劳动法没关系，所以谈不上什么保障，什么996，什么一天干几个小时，没那一说，把活干完。这在中国啊，对吧？这不就是通行的吗？大家都知道，在现在我们要平心而论啊，还有机会到巴西去干这种奴隶做啊，那还是很多农民工求之不得的，因为他在国内没工作，国内到处工地，对吧？很多工程全部停工啊，建筑行业
业，主要是房地产，还重大工程，都没钱啊，挺着的。这些农民工没工作啊，都跑到马驹桥，跑到这个零工市场去打零工去了，有的就直接回家了，离过年还有2月呢，都已经回家了，实在找不到工作。所以导致什么呢？你看这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最后传导致什么呢？很多60、70岁的农村的老头老太太无所事事，本来他们都被城市吸纳了，在城市里面干活，现在都因为挤压啊回家了。一回家干什么呢？在那个收割机下跟收割机抢那个玉米，抢红薯。这个媒体也经常报道啊，抢玉米抢红薯，你知道一天能抢多少钱吗？撑死了抢不到30块钱，但是就冒着风险去抢。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还不是没有收入没工作吗？你但凡给他一天200块钱的工作，他怎么可能跑去收割机下面去捡那玩意呢？对吧？如果这个巴西的检察官再看一看国内的这农民，河南周口的农民老头老太太在那个收割机下面冒着风险去抢那个红薯，那估计他更加这个瞠目结舌啊，大跌眼镜啊。所以说啊，对很多农民工来说，能去巴西干这活那还是好事啊，收入有保障，有工作啊，所以这个才让人心酸呢。换种说法啊，你检察官，你把巴西工人这些建筑工人这个惨状，你拍照片拍视频，你拿到国内放给国内那些农民工建筑工地的工人看，人家根本就无所谓，只要你给我钱就行，对吧？我现在一天都挣不到30块钱，你这一天估计他出国估计一天500、600吧。在国内正常的建筑工地啊，一般的200多300，这是通行价格一天啊。我估计你到了巴西应该比这多吧，怎么着给5、600吧，不会比国内少。你毕竟背井离乡嘛，水土不服，也克服很多困难。所以说这个活对很多人来说，那是香饽饽啊。我们换种说法吧，你不光是在巴西的建筑工地，哪怕在非洲的建筑工地，恐怕那条件也是这么多，只是啊人家不跟你较真，人家懒得管，所以没有报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呢，比较心酸。一方面农民工没工作，渴望有收入，他要种地，那连养活自己都困难，不要说养活自己的儿女上学看病，你说他们能有什么样的工作呢？所以最后只能变成牛马，对吧？去工地，一个月给一天300，就这种工作还令人羡慕。当然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他们条件这么艰苦，本应该如此吗？其实不是的啊，按理来说他们的条件完全可以改善，那为什么他们过得这么苦呢？实际上就是层层盘剥。这个工程啊，就这个唐僧肉，本应该对他们的住宿，对吧？对他们的休息，对他们的这个经常这个劳动啊，要给予一定的保护啊，对吧？提高他们的住宿条件，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这块卡掉了？而且这些工人也没人反抗，很少有人埋怨，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农民工他就希望你一天给我300，给我500，差一点就差一点，吃的差住的差随便，对吧？你只要该给我的钱你给了就行，这困难我能克服，因为我缺钱，家里一家人等着这个钱过日子，对吧？只是我在这住的差一点，吃的差一点，那算得了什么呢？对吧？相比较收入来说，那收入最重要。所以这些承包工程的，他们层层克扣啊，层层压缩，对吧？本来这个工程1个亿预算，那招投标的时候恐怕都是国企先拿下，这里面原因大家懂，国企一拿下，人家直接扣20%，剩下是8000万，这个工程变成8000万，再包给第二个人变成6000万，他也得扣2000万，利润呢？最后这个活到干活的人手上就是3000万。当然了，咱们举这个例子有点夸张啊，你就懂这个意思就行了，就是层层克扣，大家挤压到最后干活的这儿你就这么点钱了，这么点钱你请那么多工人一天比如500块，你这工资是刚性的，你得给人保证，那剩下的用于改善生活，对吧？用于保障这些住宿的那就算了吧，能砍就砍，将就将就，对付，反正大家也没意见，对吧？有意见保留，所以这些都变成他们的利润，层层盘剥掉了。国内肯定是这么干的，对吧？只不过啊，把国内这一套搬到国外去了，让人发现了，丢人现眼了，让人家难以理解啊！这巴西人都理解不了，你堂堂的第2大经济体啊，北京、上海富丽堂皇，都是一说到中国的竖大拇指，各种世界奇迹、重大工程、大国重器，却发现他们的工人这么惨，理解不了啊！所以你说这事赖谁？所以我不是给比亚迪洗地啊，我觉得比亚迪在这个事情上面恐怕也是无能为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你给我活干好就行。下面的这些总包分包把国内这一套搬过来了。我告诉你啊，你一说到巴西就干活干半年，对吧？能赚10来万，你说有多少农民工愿意报名吗？脑袋都挤破了。虽然像奴隶一样的生活，但是对他来说好歹也要出国了。所以说啊，即便外国人、巴西人都理解不了，但是对我们的农民工来说，这都是好事啊，香饽饽。所以这个事情出在哪儿，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一直说，咱们这个社会运行成本太高啊，高就高在这儿，一层一层的盘剥，这些既得利益者、实力者，对吧？婆罗门都利用手中的权力去盘剥一道，侵害的说白了都是劳动者的权利。
权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牛马这么累。有很多人把这个矛盾指向了资本，实际上这是大错特错，根本就不是资本导致的，而是权力导致。只有权力才可以做到这样丝滑无缝这种盘剥，各种灰色地带，对吧？各种利益输送，大家都默许习以为常。从这个工程预算来说对吧？这些都算在成本里面，预算是有的，但是由于参与的人太多，就是首先你得照顾央国企，人家来中标，为什么要给他？这里面恐怕是有说到的，人家的合法的扒一道，对吧？下面再来扒一道，刚才说过了，层层这么扒一道，最后挤压的就是劳动者的这些权益。这外国人能不能整得明白这事呢？估计他们也理解不了，这么一个工程层层转包呢。另外一个原因咱们也得说一下那还是咱们中国人甚至东亚这种人种，这种非常内卷，这种自我压榨呀。中国人的劳动时长，工人劳动时长好像全球排第2吧，这个应该是有这个数字的。所谓的任劳任怨，这个叫什么勤劳，都是一种自我卷到极致。所以我们劳动者自己也觉得好像也能接受，但是这个你在印度人都受不了。对，你看印度人、越南人，人家都拒绝加班，拒绝996。那南美人估计更是这样，人家工作是为了生活，咱们正好反过来，生活是为了工作，就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对吧？这也是文化不同就我们就像那个骆驼祥子一样，只要我们努力工作，总有一天会有一辆属于我们自己的黄包车。但是国外人他不这么想，对吧？所以这就是文化不同所以我说了，这个也是一种误会吧。所以巴西人看见之后大呼看不懂很吃惊他接受不了但是在咱们这儿那叫司空见惯，非常普通的一个场景被这个巴西的检察官发现了，这不造成误会了吗？在巴西你可以管得了，你可以让人家整改，但是国内呢，谁来让他整改？所以这些正能量小粉红最好仔细看一看，真正爱护咱们关心咱们的还真是这些老外所以咱们一直说要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如果社会的运行成本还这么高，你化债，对吧？你一化债，地方政府马上就要上工程，各种路要重新修，小广场要重新装饰。这些工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一个机制把上面的钱合理的分下去了，最终到劳动者手上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大头都让那些婆罗门有权利的利益输送，就是他们赚走了。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化债，这个债会越化越多如果你要不把这个原有的机制给它改掉。我记得周建勇教授吧，有篇文章我前几天介绍了，过去一个工程，对吧？一个重大项目40%是人力成本，所以你通过这个工程1个亿下去，4000万变成大家的工资，最后大家花所以你这么搞工程它还有效果。现在呢，只有15%是工资，剩下的钱不知道去哪儿了。你1个亿实际上只有1500万发给韭菜变成工资，那这个效率是越来越差剩下的钱去哪儿了呢？就去婆罗门，对吧？利益输送、圈钱交易。你这个时候再搞工程，是不是效率越来越差，起不到拉动内需的作用？你只是简简单单的 GDP 涨了。所以说现在如果你还追求靠这些启动各种各样的工程，然后你说 GDP 涨了，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这个显然这条路走不通所以说来说去让巴西人、让外国人看到了咱们叫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对吧？第2大经济体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